乡亲啊，继续要来看台中沙鹿清洁队真扣手，把这个回收的雨伞搁电修理，然后当作是爱心伞，提供予来自接公司的民众有需要他使用。清洁队讲，其实有真侪雨伞，拢只是小小的问题，简单来修补就会当继续来使用。这个接合的地方，我们尽量再把它固定一次，因为伞是好的。 清洁队员甲断去的线重新接起来，雨伞就会使继续使用。另外一边的队员是甲雨伞骨架甲有雨伞布重新填起来加强，看起来阁是一支新的伞。沙鹿清洁队用手逐个月收买15支爱心伞，提供予民众来使用。那经过筛选，经过修复有的零件相互交换了以后大概修复率可以到达15支左右。 伞的骨架阁有布爱分开，才会当回收。拆的过程真无简单。清洁队透过修理伞，唔但会当予这个伞继续使用，嘛会当减少本数，达成资源永续。洽工的时候，那突然之间遇到下雨，没有带雨伞，淋了整身湿哒哒的。那我们如果这个时候刚好有一把环保爱心伞来提供给我们的市民朋友来使用，我想这个在我们的行政机关的服务上是一个比较贴心的服务。队长希望会使提供爱心伞，予民众唔免阁难好。未来嘛会伫其他的所在放爱心伞，予更较侪民众使用。